又俾粉絲鬧我，話我連白居易、杜甫呢兩個人名都讀錯，應該讀白居易、杜甫。究竟係咪呢？嗱，首先白居易出世嗰陣咧，佢屋企嗰條村啱好水浸街，跟住佢阿爺咧就希望啊自己個孫啊將來唔好再住水浸街嘅屋啦，希望佢揾到容易居住嘅地方，所以係居易。跟住第二個說法就係話佢屋企係讀書人嚟噶嘛，跟住查咗《禮記中庸》裏邊有一句說話叫做君子居易以自命。就話君子應該甘於簡易平淡嘅生活，腳踏實地，等待時機嘅到嚟。呢度都係表示容易嘅意思，而唔係交易嘅易。跟住杜甫嗱，甫呢個字有兩個音，如果佢表示菜地地名讀圃，廣州上下九嘅十圃，但係佢另一個意思係表示美男子係靚仔啊！有人話你唔俾佢老豆老母，希望佢將來大過去種菜咩？唔係唔得，不過你聽下杜甫嘅全名叫杜甫字子美，有個美字㗎，咁推理一下就知呢度應該讀甫啦。你有冇讀啱？